馆长陈之汉，我们要赚钱，当然是要赚的心安理得啦。网红馆长不只会开针砭时事，现在还转行当起服饰业老板，衣服、袜子、帽子在网站上卖得下下叫。馆长陈之汉，其实很多传产业被台湾商人弄烂的，不是被那些源头透过你中盘商之后，他的东西水涨船高10倍、20倍，让台湾人消费不起，然后我们无可奈何之下去支持大陆东西，我们钱往外面流，那都不对吗？起因是看不惯台湾人不支持本土产业，因此自己卖起衣服来，成本40元的袜子，馆长卖90元，准备6万双，秒杀卖光。以往习惯听他聊时事的粉丝，现在转而用新台币支持他，人气不减，反而忙到没时间睡觉。馆长陈之汉，事实上我真的赚很多钱吗？其实没有，是主业健身馆，我比较看重。那这个附属的，我未来当然希望把它做大。我开就是好玩，大家都开心，你开心，我也开心。互骂好像朋友，你跟朋友讲话，你跟朋友还不是吐来吐去。一般人不会认为我是偶像，一般人会想说听我讲话当我是朋友。要兼顾健身馆事业，还要抽出时间开。之前和柯文哲集合体，都创造在线观看人数逼近2万人的纪录。现在外加处理服饰商品，馆长不把人气当饭吃，也不觉得商业化经营会掉粉丝，自己当老板才是生存之道。